在流量如潮汐更迭、人設似流離易碎的內娛版圖上，任嘉倫的存在始終像一個精心計算過的異數。他將英年早婚這部被業內視為自斷前程的險棋，硬生生走成了一條難以復製的荊棘路，又將非科班出身的先天短板打磨成了一任千面的鋒利長板。當我們站在2026年秋天的風裡回望，那個曾經唱着且的青島男孩，早已在命運的五線譜上譜寫出了截然不同的旋律。只是關於他最終會走向何方，成為離婚後翻紅的有一個唏噓案例，旋是淪為英年早婚必護的冰冷警示教材。這場橫跨近10年的輿論拉鋸戰，似乎仍未抵達終章。所有的猜測與論斷都在時間的河流裡浮沉，而任嘉倫本人則始終以沉默的奔跑回應着一切喧囂。將時間撥回2017年的春天，那是一個流量為王的狂飆年代，微博的超話寫勾剛剛成為粉絲兵家必撐之地，偶像的單身人設被視作商業價值的保險山。彼時的任嘉倫剛憑借大唐榮耀、中閃衣怒馬的廣平王李剔一夜爆紅，微博粉絲以每天數十萬的速度瘋狂增長，鋪天及地的廣平王妃將他推向了事業的第一座珠穆朗瑪峰。他的通告排到了3個月之後，商業代言的邀約像雪片一樣飛來，業內所有人都認定一顆嶄新的頂級流量之星正在冉冉升起。然而，就在這看似一片坦途的頂點，他做了一件至今仍讓整個經紀行業心驚肉跳的事，毫無預兆地在微博上公開了相戀5年的圈外女友涉歡。沒有試探性的營銷號鋪墊，沒有含糊其辭的曖昧回應，就那麼直白地曬出兩人的合影，配文寫着相識的那天陽光正好，就這樣牽手5年。輿論瞬間炸裂，粉絲群體的反應從震驚到質疑再到憤怒，脫粉的數字在72小時內突破了30萬，後援會管理層集體辭職，應援站關停大半。更致命的打擊來自行業內部，據說原本已經敲定的某一線時尚雜誌封面臨時換人，2個在談的頭部綜藝項目緊急叫停，甚至有傳聞趁他因此遭遇了長達1年的變相冷處理，只能接一些製作成本低廉的腰部劇集。當時鋪天及地的嘲諷與唱衰幾乎淹沒了所有平台，戀愛腦活該戶史上最短命流量之類的標題霸佔了娛樂板塊的頭條。很多資深的行業觀察者斷言，任嘉倫的星途到此為止了，他將成為英年早婚必護這條鐵律的最新殉道者，供後來者引以為戒。然而，命運的劇本從不按常理書寫，他偏愛那些敢於逆流而上的倔強靈魂。2019年的深秋，一部原本被所有人視為田檔之作的小成本古裝懸疑劇《錦衣之下》，在沒有任何強勢宣發的情況下悄然上線。彼時平台對其的評級近為 B 級，招商困難，排片時段也不算黃金。但任嘉倫飾演的錦衣衛6役，憑借那雙會說話的眼睛和精準到毫米級的微表情控制，在零二手、零地面推廣的真空環境中，硬生生殺出一條血路。他詮釋的6役，冷酷時如霜雪複印，心情時卻似春水破冰，那種用眼神飆車的獨特演技範式，讓觀眾第一次意識到，這個非科班出身的年輕演員身上，蘊藏着某種遠超同齡人的表演領悟力。劇集播出過半時，相關話題的閱讀量已經突破了100億，任嘉倫的尋藝指數 V 榜數據全面登頂，實現了口碑與熱度的驚天逆轉。這一次，輿論的風向悄然轉動，曾經因他烈婚而憤然離去的看客，開始帶着好奇心重新審視那份坦誠。曾經嘲諷他自毀前程的聲音，逐漸被對他演技的折服所取代。人們發現，那個叫任嘉倫的演員，似乎真的能用角色為自己說話。婚姻的標籤不再是他身上唯一的記憶點，而只是他豐富人生途徑中的一塊普通拼圖。這便引出了那個核心的懸念：任嘉倫最終會走向何方？是成為離婚後翻紅的又一個案例，旋是淪為英年早婚必護的警示教材？要回答這個命題，我們需要先深入拆解納魚預警下的這兩個看似對立，實則共享同一套底層邏輯的概念。
所謂的離婚後翻紅，在近年的內娛史上並非罕見現象。它往往伴隨着婚變傳聞帶來的巨大流量洪流與公眾同情分的加持。主角在擺脫婚姻關係後，被媒體塑造成聶重生、專心搞事業的悲情英雄，從而收割一波遠超平常的事業功利。而英年早婚必糊，則是流量經濟鐵律下的殘酷詛咒，意指年輕偶像因過早失去粉絲投射的性幻想空間和情感代償功能，而迅速被喜新厭舊的市場魔情拋棄。這兩種劇本看似代表了完全不同的列局走向，但他們都共享着一個napad，那就是將明星的私人情感關係徹底工具化、景觀化，使之成為可以被估價、被交易、被消費的娛樂資產。然而，當我們把這兩套模板硬生生地套在任嘉倫身上時，卻佢發現處處都是方銳原作的尷尬，因為他既不是靠販賣單身幻想生存的準愛豆。他的粉絲基本盤從《大唐榮耀》時期起就偏向於成熟女性，而非低齡女友粉。他也不是能將婚姻作為綜藝籌碼進行真人秀博弈的流量家。他與聶歡的相處細節被保護得幾乎沒有一絲可供窺探的縫隙。他唯一的底牌，從始至終都只有角色意志。他走的每一步，都是試圖在流量與實力之間架起一座哪怕搖搖晃晃，卻足夠堅固的橋梁。進入2023年至2026年的這3年，任嘉倫的事業版圖呈現出了令人咋舌的擴張態勢與戰略重心。他不再滿足於被古裝美男這個標籤半永久地束縛，而是開啟了近乎瘋狂的換檔提速模式。他投身玄幻大製作《無根記》，為了一個高空懸吊的鏡頭，被威亞勒到兩側鎖骨大面積發指也不吭一聲。導演在採訪中感慨，現在很少有年輕演員願意吃這種苦了。他轉向現實主義都市題材，在流水迢迢裡演一個接地氣的基層公務員，主動要求曬黑好幾個色號，甚至專門去社歐辦事處跟崗體驗生活半個月。他甚至在積壓多年終於播出的諜戰劇《秋蟬》中挑戰雙面臥底，在消防救援劇《藍焰突擊》裡近乎素顏出鏡，臉上抹着真實的煙灰與泥漿。更令人矚目的是，他完成了從演員到歌手的華麗跨界進化。個人首張實體專輯《32立》發行首周便空降各大銷量榜冠軍，隨後推出的《33》更是在數字音樂平台打破多項紀錄。其中大部分歌詞由他親自參與創作，內容充滿對過往10年沉浮的自省與剖白。隨後他更是以導師身份坐鎮演技競演類綜藝《無限超越班》第二季，在節目中將自己當年在韓國訓練時學到的那套把自己打碎再種數的殘酷方法論傾囊相授，對學運的點評精準而嚴苛，偶爾流露出的溫柔鼓勵又讓人想起他當年在練習室裡度過的無名歲月。2024年如原經紀公司歡瑞世紀合約到期後算擇不再續約，升級個人工作室10年聘同步成立影視製作子公司。這一系列資本層面的操作，標誌着他從被動等待劇本的演運，正式轉向了主動操盤項目的影視創作者與投資人。他首次擔任監製的民國懸疑劇《鳳如潮》也在2025年底順利曬青，預計2027年與觀眾見面。在這一系列高密度的職業進階背後，任嘉倫的私人生活卻始終如同一塊被施加了重重加密的禁地。妻子薛歡徹底退出所有社交平台，安心居於幕後操持家庭，而他則將妻人老小保護得密不透風，無論參加任何公開活動，左手磨名紙上的婚戒從不摘下，偶爾被拍到與家人同行也是行色匆匆，遮擋嚴實。這種事業上拼命曝光，生活中拼命隱身的巨大反差，構成了他身上最迷人也最令人不安的戲劇張力。但也正是這種張力，讓他成為了狗仔隊與八卦博主最熱衷追擊的靶心。每逢他新劇定檔或商務官宣的重要節點，總會有或真或假的情感傳聞準時浮現。回顧近年來圍繞他婚姻狀況的傳聞連條，幾乎形成了一種令人疲憊的週期性規律。2022年的寒冬，有知名娛記在直播中影射某上過春晚的一線小生婚內出軌且離婚已逾2年。任嘉倫因連續登上2021年與2022年央視春晚舞台，
且是圈內公認的英年早婚代表人物，瞬間成為被全網圍獵的懷疑焦點。彼時工作室的反應堪稱快速且強硬，以無端躺槍、荒謬至極8個字正面回擊，並附上了律師函警告，態度堅決地住了失控的輿論列車。時間流轉到2026年的盛夏7月，也就是最近一次波及範圍更廣的風波——狗仔劉大誰在毫無實證的前提下，近傍任嘉倫在上海參加某國際品牌商務活動期間，連續2晚入住酒店而非返回位於城郊的家中，便在直播中使用極具有道性的口吻爆料稱其與妻子涉夫，而此分居已有時日。這一連一張同框照片都沒有，全靠主觀臆測與剪輯拼接的瓜，在社交媒體迅速發酵，多個話題同時衝上熱搜榜單前列，也再次將任嘉倫的婚姻狀況推向了輿論審判台的正中央。這一次，任嘉倫的反應快得驚人，在爆料發出不到6個小時，他便通過個人社交賬號發布了一條長文，詳細解釋了所謂分居不過是5月份早已安排好的工作行程。收工時間已是凌晨2、3點，次日清晨6點船有外景拍攝任務，只因家距離拍攝地有將近2小時的車程，怕深夜拖着疲憊的身軀回家會吵醒已經熟睡的妻子與年幼的孩子，才選擇就近入住酒店。他在文中罕言地提及自己與薛歡從相識到結婚至今已經走過了10幾年的光陰，兩人之間的信任與默契不需要向外人證明，最後直斥全文盡足且淡。語氣中透着隱忍多年後終於併發的薄怒。令人玩味的是此次輿論詳呈現出的整體反應，與2017年官宣時的退粉狂潮截然不同，與2022年底被影射時路人與粉絲各執一詞的半信半疑也大相徑庭。這一次幾乎全網平台都呈現出了壓倒性的一致態度，那就是對狗仔這種看圖說話式造謠的嘲諷與譴責。熱搜話題的評論歐高讚留言幾乎清一色地調侃住2晚酒店就等於婚姻破裂，那我出差1周是不是得被宣告喪偶？更有細心的網友統計了近3年嚟任嘉倫每次新劇定檔或品牌官宣前夕，類似的分辨全文便繪準時出現，懷疑這是某些幕後力量用於防爆話借勢引流的常規商業操作。這種輿論風向的根本性轉變，恰恰揭示了任嘉倫這10年艱難跋涉後最寶貴的沉澱物，那就是難以量化的信任資產。他用一部又一部經得起回放細看的過硬作品，一個又一個能夠留在大眾審美記憶裡的閃活角色，向整個市場證明了任嘉倫這3個字的商業價值與藝術價值，並不依附於他是否擁持着單身人設，甚至不依附於他是否是一個世俗意義上的完美丈夫。觀眾因錦衣之下愛上陸毅的冷峻心情，因周生如故共情周生辰的家國悲愴，因與君初相識沉醉於長意的純粹赤誠，因暮色深約感受到祁連山的溫暖細耨，這些情感投射的錨點都牢牢扎在表演藝術的本體之上，而非建立在對他私人生活領域的佔有與窺探之上。當一個演員能夠持續穩定地輸出國民級別的角色，當他塑造的人物能夠進入觀眾的日常話語體系，成為某種情感代稱，那麼他的分否、欲否、利否，便不再具備摧毀其職業根基的毀滅性力量。因此，近傍幾句捕風捉影的狗仔爆料，或者幾張模糊不清的酒店監控截圖，就想動搖他的事業根基，顯然嚴重低估了當代觀眾在經歷了無數次內娛地震之後所鍛鍊出的免疫力和判斷力。人們已經厭倦了被廉價的情緒煽動，厭倦了在明星的婚喪嫁娶中消耗自己本就稀缺的關注力。但這絕不意味着英年早婚必護的魔咒已經徹底解除，不再構成任何威脅。恰恰相反，任嘉倫的婚姻依然像一柄懸在他頭頂的塔摩克利斯之劍，劍刃的寒光在特定角度下依然清晰可言。這把劍之所以始終鋒利，並非因為他的妻子佢拖累他的事業，而在於納如這場永不散場的造神然後毀神的集體魔意識狂歡。在深度媒介化的當代社會裡，明星的婚姻早已不是2個人之間的私事，而是被資本、平台與受眾共同異化為一種可供持續消費的親密關係景觀。任嘉倫最大的幸運與最大的不幸，
都在於他將這段關係保護得實在太好了，好到從2017年官宣至今近10年間，除了最初那張陽光下的合影，幾乎沒有流出任何可供大眾反覆咀嚼的恩愛細節，也沒有爭吵、冷戰、秀恩愛被打臉之類的戲劇性橋段。這種極致的保護，為他塑造了一面深情專一、責任深重的堅固盾牌，卻也悄悄埋下了某種不容忽視的裂扣性隱患。一旦有朝一日，這段被包裹得密不透風的關係出現哪怕一絲真實世界裏的裂痕，哪怕只是被拍到兩人一前一後進出不同流動，或者連續數週在社交媒體上沒有任何互動，那麼基於完美婚姻幻象建立起來的部分信任便會如雪崩般迅速瓦解。到那時，他所承受的反噬就不僅僅是婚姻本身的風波動盪，更是過去10幾年苦心經營的全部坦誠、責任、可靠等人設資本的連帶崩塌。屆時，他或許真的會被挖入英年早婚必護的冰冷案例庫，只不過那個戶的根源不再是裂婚這件事本身，而是人設崩塌引發的信任鏈式斷裂所帶來的毀滅性後果，那將是一場任何公關手段都難以挽回的信用危機。另一方面，關於離婚後翻紅的假設路徑，如果將其生搬硬套到任嘉倫身上，更是一種邏輯前提的嚴重立位。首先，也是最顯而易見的一點，他從未不紅。恰恰相反，從《錦衣之下》翻紅至今，他的每一部上升劇收視率都穩穩保持在同時段前3，網絡播放量從未低於20億，商業代言的品類從快消品覆及到高奢腕錶，事業正處於一個成熟期藝人最穩健、最可控的上升通道之中。所謂的翻紅，對他來說是一個根本不存在的前提條件。其次，也是更為深層的原因，任嘉倫如今的核心商業價值早已超越了婚姻狀況這個單一擁堵的標籤。他的價值在於持續穩定的演技輸出能力，在於跨界音樂、綜藝、製作等多領域的全能屬性，更在於與品牌方高度契合的安全係數。裂婚逾7年零緋聞，戲播得好，戲外不塌房這21個字，幾乎成了他在品牌方風險評估報告裡最亮眼的備註條目。頭部品牌與頂級製作方看中的是他作為確定性資產的不可替代性，是在這個藝人暴雷頻率越來越高的行業環境裡，他那種令人安心的穩定感。一旦真的走向離婚，無論背後的真實原因如何，這份歷經10年磨礪才鑄就的確定感便會瞬間瓦解，取而代之的是無窮無盡的猜測、站敘、爬舊料與陰謀論。屆時，他或許能憑借話題峰值收割一波短期的流量功利，登上幾天熱搜榜首，但卻極有可能因此失去最為珍貴的長期信任資本。那些因為安全而選擇與他長期合作的品牌方和製片方會開始重新評估風險等級。這對於野心早已不止於做一個單純流量的任嘉倫而言，這種短期話題與長期信任之間的交換，顯然是一不得不償失的虧本買肉。因此，將任嘉倫的未來簡單粗暴地套入這兩種非此即彼的敘事框架，本質上是對他過去10年職業生涯的一種嚴重毒與粗暴簡化。他從來不是一個被動等待命運發落，在輿論漩渦裡隨波逐流的棋子。從7歲開始打乒乓球時培養出的抗壓心性，到20出頭遠赴韓國在陌生語言環境下經歷殘酷練習生淘汰制，再從片場龍套一步步摸爬滾打到男主位置，直到如今開始以監製與投資人的身份參與影視產業鏈的上游決策。他一直在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將所有外界強加給他的不確定，一寸一寸地碎煉成自己能掌控的確定。如果說英年早婚是一場被所有人看衰的豪賭，那麼他用10年零緋聞的潔身自好和每年至少2部優質作品的穩定輸出，將賭局的勝負天平一寸一寸地拉回了自己這邊。如果說離婚翻紅是一條看似順暢的捷徑，那麼他用從《大唐榮耀》到《鳳如潮》這10幾年間10幾部作品一磚一瓦律築起的護城河，讓自己擁有了從容拒絕走任何捷徑的充分底氣。這兩條路他都不會選，因為他正在走的第3條路雖然更艱難、更曲折、更少有人嘗試，但每一步都踩得足夠紮實。或許任嘉倫最終走向的既非翻紅也非警示，
而是一條納如至今尚未有人完全走通的險峻窄路，一個以絕對業務能力為鋒利長矛，以零負面私生活為堅實盾牌，在流量如人品的鋼絲繩上，艱難卻平穩地擁持着微妙生態平衡的長跑型藝人。他已經用上一個10年向所有人證明，一個敢於在事業最高點公開婚姻的年輕演運，可以憑借實打實的演技把失去的領地一寸一寸地重新奪回來。他做得到，他也正在用接下來的這個10年證明，一個真正把自己活成了確定意志的表演者，不需要借助婚姻的破碎或完整嚟換取大眾的同情或關注。他的角色就是最好的發言人，他的作品就是最硬的底牌。在這個娛樂至死、熱手至上的喧囂時代，我們驗證了太多關係的觸鈕如人設的崩塌，太多曾經信誓旦旦的恩愛夫妻最終在公眾面前撕破臉皮，太多被捧上神壇的偶像一夜之間跌落塵埃。任嘉倫如薛歡這段從微時相伴，歷經行業寒冬與輿論圍剿卻依然緊握着雙手的婚姻，無論他最終會走向怎樣的裂局，他本身所承載的關於時間、選擇、責任與守護的重量，就已經遠遠超出了瓜田李工人消遣的談資範疇。我們之所以倡導理性吃瓜，是因為我們深知鏡頭之外的真實生活，遠比熱搜榜上那些精心剪裁的標籤要複雜100倍、立體100倍。我們之所以倡導和平為官，是因為我們明白，任何人真正的幸福與安寧，都不需要向屏幕前的看客反覆自證清白。當聚光燈再次亮起，當熟悉的片尾曲再次響起，任嘉倫依然攰站在築於他的舞台上，或苦是作為演員沉浸在某個新角色的命運裡，或苦是作為歌手唱出自己這些年的心事。只是這一次，我們希望他只是一個純粹的表演者，一個用作品與觀眾對話的手藝人，而不再是一段需要被反覆放大、反覆解構、反覆審判的婚姻樣本。畢竟，在這個人設比演技值錢、熱搜比作品重要的時代，願意花15年去認真地愛同一個人，又花10年時間默默打磨每一個角色的笨小孩，真的已經不多了。對他最大的尊重，或苦就是在他在屏幕上交出作品時，安靜地沉浸其中；在他關上家門回歸生活時，禮貌地轉身離開，傳他一片不被打擾的星空。任嘉倫最終會走向何方？這個問題的答案不在狗仔的鏡頭裡，不在粉絲的控評裡，也不在自媒體的標題裡，而在他自己即將親手拍攝的下一幀畫面裡，在他將來依然會用盡全力去塑造的那一個角色裡。讓我們把舞台留給作品，把生活傳給本人，在這個信息過載的年代，保持一點克制的善意與理性的距離，或許才是我們與藝人之間最舒服也最長久的相處方式。